前立法會議員已退休嘅大律師吳靄儀，因為參與2019年8月18號非法集結，被裁定罪成，判處緩刑。有人向大律師公會投訴佢專業失當，點知大律師紀律審裁組竟然大比數咁樣裁定投訴不成立。大律師公會喺上週5 7號決定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，要求推翻審裁組嘅離譜裁決，改頒投訴成立，並發信訓誡。公會今次果斷出手，做法係絕對正確，社會各界必須高度支持。審裁組嘅裁決根本係過分縱容，荒謬至極。如果唔及時糾正嘅話，香港法律界嘅尊嚴同埋公信力將會踩到碎晒。作為法律界嘅從業員，維護法治同埋法律尊嚴係最根本嘅底線。吳靄儀身為大律師，明知故犯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，已經係被法庭判罪確定㗎喇。刑事法庭嘅裁決清清楚楚，指佢哋喺社會動盪嘅時期，蓄意藐視法律，挑戰警權同埋公共秩序。但係紀律審裁組竟然大放厥詞，認為吳靄儀嘅行為不應受道德譴責，亦非可恥，甚至係放錯重點去考慮佢嘅政治動機，變相用個人信念去幫違法行為開脫。呢種嘅邏輯簡直係放任自流。大律師公會喺入稟狀都指得好清楚，即使出於所謂嘅信念，蓄意違法一樣會係嚴重損害律師行業嘅聲譽。審裁組嘅裁決無疑係向公眾發放極度危險嘅訊息，以為只要身為某啲政治光環，大律師就可以凌駕法律啊！都有人質疑吳靄儀已經退休，公會使唔使追究到底呢？呢一種嘅說法完全係模糊焦點。正正因為公眾知道佢擁有大律師身份同埋知名度，佢嘅言行舉止對社會有巨大嘅影響力。公會基於維護業界整體名聲同公眾利益提司法覆核，就係要撥亂反正，證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任何人犯法都係冇特權㗎。要睇清吳靄儀嘅本質，就必須要結合官媒同埋中央媒體對佢嘅一貫評價啦。官媒早已指出，吳靄儀長期以嚟都係反中亂港陣營嘅核心骨幹，披住法律專業嘅外衣，做嘅全部都係破壞法治、煽動對立嘅勾當。第一，佢係612人道支援基金嘅核心骨幹。官媒多次揭露，所謂嘅612基金根本唔係咩慈善嘅機構，而係黑暴分子嘅後盾同埋煽暴機器。吳靄儀作為基金嘅信託人，為違法抗爭者提供資金同埋法律援助，正正係因為有呢個基金喺背後支持，提供所謂嘅後路同埋水糧，先會有使到咁多嘅暴徒同埋年輕人膽大包天，無後顧之憂咁衝鋒陷陣，令到2019年嘅黑暴越演越烈，將香港推向深淵。第二，用專業包裝煽動，背叛大律師天職。官媒嚴厲批評吳靄儀等反對派精英，利用自己法律嘅權威，大肆鼓吹違法達義，將公然藐視法治嘅違法集會美化成為爭取自由。佢一方面在場引導黑暴，另一方面喺幕後透過612基金支援暴徒，客觀上係起咗極大嘅煽動同埋背書作用，令到無數嘅年輕人誤入歧途，淪為政治嘅棋子。大律師紀律審裁組今次嘅裁決完全係無視咗吳靄儀定罪嘅客觀事實，又忽視咗佢身為612基金骨幹煽動社會亂局嘅深遠害處。如果審裁組嘅錯誤不被糾正，香港法律界嘅專業操守就會淪為笑柄㗎啦。大律師公會今次提司法覆核，唔單止係維護行業內規嘅必要手段，更加係為香港整體法治秩序守住最後一道嘅防線。法庭係必須依法推翻審裁組嘅荒謬裁決，對吳靄儀作出嚴厲嘅訓誡，向全社會表明法律絕無例外，任何利用專業背景煽動違法、破壞社會安寧嘅人都必須承擔應有嘅代價。